我叫黄伟威，中文名字叫马耀。我叫李宇志，名字叫。啊，你们为什么会参加舞蹈？因为很好玩，虽然很累，可是老师他也很认真的教我们跳舞。跳舞的过程就是转来转去的时候，跳舞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知道爸爸妈妈做工有多辛苦。你们的爸爸妈妈喜不喜欢跳舞？喜欢。所以你们也喜欢跳舞。对。好，你们会继续跳下去吗？会。啊，学校的文化课程有哪些？家务课。去采野菜。采野菜。文旦。采文旦。迁徙，还有呢？还会去溪流抓鱼。啊，去溪边抓鱼。玩水。你们最喜欢哪一个课程？玩水。因为玩水可以放松肌肉。可以什么？可以放松肌肉。可以放松肌肉，可以玩水，在河边野餐好不好玩？好啊，因为可以吃到很多新鲜的鱼。哦，因为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也会去，是不是？对。吃到新鲜的鱼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